腰椎四支點立體式牽引解決坐骨神經痛。坐骨神經痛的成因是椎間盤突出、椎孔狹窄，壓迫神經根。解決方法佩戴牽引器，當取用立體牽引時，便要找出肋骨下方前後4個支點，背部肋骨下2支點，前面肋骨下2支點，形成前後4組支點，背部1、2支點，在背部兩膠板內，前面3、4支點，在兩黑色海綿內。其原理是透過收緊兩條拉帶在盤骨上方和肋骨下方，作立體式拉起椎體，使椎孔擴大，椎間盤回縮。牽引器可把負重轉移往升降桿，使腰椎免負重，神經根減壓，即時緩痛，效果顯著，可隨時隨地使用，便可工作。長期牽引可避免坐骨神經痛復發。